你好，我係鄧強興。我同老婆梁翠玲好多時候都會一齊出台做下司儀，但係呢個星期六5月30號中午，我哋得到梨園之星粵劇團嘅錯愛，搵我哋分別擔當司儀同埋舞台監督嘅崗位。今次呢個粵劇嘅演出，台前幕後嘅老倌同埋棚面都係溫哥華嘅頂尖粵劇嘅從業員。演出地點就係溫哥華華埠嘅中華文化中心。哇，免費入場添啊！仲設有幸運抽獎。哇，咁你真係要寫低呢個電話，就係778-889-8038。嗰日我身為司儀，當然係會以風趣幽默、裝諧並重嚟介紹每一套粵劇嘅戲橋，大家就唔好錯過啦。